我真係非常開心咧，係能夠獲得香港傳承基金頒發2個獎項俾我。我亦都好感謝香港傳承基金嘅創辦人阿賴博士對呢個工作上嘅認可。適逢今年嘅年底咧，就係我喺保險業工作咗50週年，咁能夠獲得呢2個獎項咧，好似係提前同我做咗慶祝咁樣。我好榮幸能夠喺香港科技大學設立獎學金，培育更加多嘅家族辦公室、家族傳承同埋財富管理嘅人才去服務香港。所以我希望未來更多年輕人咧喺呢方面得到更加大嘅發展。如果講到傳承咧，資產財富企業可以好迅速同埋好直接咁傳落去俾下一代，但係更加重要嘅係思想文化、理念同埋價值觀，就需要時間點點滴滴慢慢咁去累積同埋沉澱。咁我發展咗9個區域，而其中一個區域總監咧，亦都係我個女嚟嘅，Kimi。咁佢咧就同我一齊做嘢，下個月佢已經係踏入咗16年㗎啦。咁我哋從埋一個寫字樓，大家並肩作戰，都有好相近嘅思想啊、理念啊，向住同一個方向發展。咁所以立峰真正嘅意義咧，就係當你去到山峰最高點嗰時，你能夠回望上緊嚟嘅人，你可以伸去一手去輔助佢。咁所以我咧喺呢度，我祝願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為明燈，去照亮別人，同埋做到一個成全嘅人。